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为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先生我教大家的是拉丁有氧，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同先生来热情一下哦，请放起来，同先生来运动的哦。来，蹲下来慢步，来暖身哦。腾论先生蹲下走，踏并步。加上的肩膀哦，低头不捞。一下。放松的身体哦，快，哈哈。来减条运动哦。上上下下，准备开始，上下。前面腰背，慢步加深也位哦，左右摆动你的臀部。看去前面行，腰背，臀部老痒看呢，我卡起一些咯，弯片来细看，2、3、4，再摆来，弯片，来做运动啊，记动作嘅哦，菱形步，前面搞茶。再慢一些，1提前面交叉，腰背，前面很松了哟，速度加快，加上的杆条，轻轻的摇动哦。可以吗？慢步，菱形步哦。准劈开是菱形步。都要撇，要加动作嘅哦。再摆来前面来。鼻子，好看清楚了吗？
V 字前面跳飞，好美术上面交叉，加上来哦 V 字步，轻松哦，學會冇？加動作嘅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慢慢的，兩位都是兩位這樣看呢。是看得清哦。停上來哦，佢哈哈。慢慢動作，佢都是交叉，我啲一條拿，慢慢嚟撈人看呢，描下來。再帶。學會冇？你睇嘅動作都也嘅動作咯。準備菱形步 ，V 字步，夾空來喲，慢慢地停下，多練習幾擺都會嘅哈。V 字步，手胸中鬆 ，V 字，好，旁邊慢步哦，慢步，恰恰恰，慢步。恰恰恰，前面加上速，慢步，恰恰恰恰恰的时候，加上来腰间，恰恰恰，夹起來，平上來。係哈，T 嘅動作都更加動作哦。菱形步開始咯。好，菱形步還記得冇？嗰度觀眾朋友做乜個動作？好，來看下上半身，來啲呀動作。放鬆哦，好，一放鬆，我一放鬆哦，我一夾，係夾上去哦，菱形步，好，外嘛，放鬆，起，跳起。再擺來哦，菱形步來，加上 V 字哦，好 V 字步，慢步，好都要貼，平上來嘛，準備哦，菱形步開始。V 字，慢步，
起，跳起，空跳哦，立志，慢步，加速。哦，我身体慢慢的放松，水蛇腰，放松的身体，从大姑娘嘞，从跳到一边咯，正踢，很松了哟。立志，慢步，水蛇，到一边，记得了吗？停都唔怕，慢慢的停，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哦。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缓和。流汗的么？流汗的哈，你要记得跟先生来做运动哦，好好运动，才能下摆，能来了。